无条件答应乙方一个，不对啊。下次签约之前，看清楚条款再签字，看不懂就问。老板，加2瓶啤酒。好嘞。再来2串变态辣鸡翅。谢谢。你也吃一点，你别不吃啊。我不吃。不吃拉倒。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这么喜欢吃这个变态辣鸡翅啊？嗯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不对，我的脑子里怎么会总有奇奇怪怪的东西闪进来啊？李思辰，我问你个小问题啊，那天在 Soki 酒吧，你去了吗？你不会现在才知道吧？不是，那次摇车窗的时候，什么车窗？没什么。我那个时候啊，其实不知道你是像你现在这么的善解人意，这么的乐于助人，这么的温柔绅士，我是不知道的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我说了什么，就是你是什么，这种话，我全部都收回的。我那时候就应该知道，你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对，我绝对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老板，你就把我辞了吧。是有点后悔。后悔了？后悔了就赶紧现在马上写一份解约申请，然后我就把它签了。我们今天从这顿饭之后就再也不要见面了。好。老板结账。不是，老板，真辞啊？辞就辞。签了我就告诉你。行，签完之后我们吃完这顿饭之后就再也不要见了。哎，等等，老板，如果我们现在解约的话，我们时长没到，那钱怎么算？无条件答应乙方一个，不对啊。下次签约之前，看清楚条款再签字，看不懂就问。明天我会让飞扬把延长合约的条款补给我，让你免费再给我做3个月的保姆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子的，你不行，撕掉就不算数。我已经发给飞扬了。哎，听不见，我们没有这事。练习要做签售啦！又怎么了？你不需要知道，有特别好的事情发生。干杯！